係大家好啊！咁今日咧就啱啱完咗一個線上講座啦。咁咧想提翻大家嘅嗱，我哋今期嘅課程咧，所有嘅學員咧都可以用我哋嘅 AI agent 嘅。咁同埋咧，我哋嘅 AI agent 咧，除咗寫 TradingView 嘅 price skip 咧，會比其他嘅 AI 準好多之外咧，咁另外咧，大家可以睇翻之前啲片嘅，有好多我哋用嚟優化策略嘅方法咧。其實咧都可以用呢個 AI agent 嚟做嘅，你用普通嘅 AI 咧就一定做唔到呢樣嘢嘅。咁同埋咧，下個月我哋個 AI agent 咧就可以寫埋附圖嘅曲噶啦。咁即係話咧，大家可以用個 AI agent 啦，喺附圖嗰度啦，寫一啲指標啦，又或者用佢嘅量化交易平台啦，自己寫一啲策略做 backtest 嘅，咁就會方便好多嘅。嗱，因為你用普通 AI 咧，如果你要寫附圖嘅曲咧，其實經常都錯嘅，根本就寫唔到嘅。咁我哋嘅 AI agent 咧就會方便好多。大家寫嘅時候咧，用人話話俾佢聽點寫，佢就已經會出啲曲俾你噶啦。咁上個星期咧已經介紹咗 Devon Nance 嘅背景同埋交易方法啦。嗱，佢其中一套策略咧叫做極端失控策略啦。我已經用呢個 TradingView 咧就寫咗出嚟嘅。嗱，好似應用係一個 SpaceX 啦。1分鐘圖裏邊咧，可以見到啲入市信號咧，其實都幾準嘅。嗱，咁我哋咧已經將段曲咧放咗喺 TradingView 嘅社群嗰度嘅，咁大家咧可以直接咧加入 TradingView 度用嘅。嗱，成套策略啦，Devon Nance 講過咧，其實佢最重視咧係價格本身嗰個變化速度、成交量同埋個價咧係咪同正常嘅水平偏離得好多？咁而且咧最重要係個市場有冇出現真係嘅失控。嗱，所謂嘅失控咧，例如一隻股票，嗱，平時1分鐘可能只係升跌咧0.1%、0.2%嘅，嗱，每支巴咧唔算特別大嘅，但係突然之間咧個股價連續幾分鐘急跌咧，個跌幅越嚟越大嘅，你睇到個支巴咧個燭身係明顯比較大啲嘅，同埋同一時間咧個成交量係突然間急升嘅，嗱，呢種情況咧佢就會界定為失控嘅，嗱，背後嘅概念咧其實即係話。個市場開始出現恐慌拋售，咁大量啦，可能做咗孖展嘅人開始止蝕啦，另外一啲短炒嘅人咧，見到個市跌到咁咧，佢都開始加入做淡啦，咁所以咧個成交量就開始增加嘅，而且個價咧喺短期之內咧就跌得咧超過平時正常嘅水平嘅。嗱，如果我哋將佢程式化啦，其實好簡單，我哋計算一支巴佢個燭身，咁究竟呢支巴個燭身係咪大過過去一段時間平均每支巴個燭身嘅幅度？咁呢一個咧係我哋將佢程式化嘅第一個條件，而第二個條件咧，我哋要界定個股價跌得特別急啊嘛，咁而且咧要係恐慌性拋售啊嘛，嗱，如果咧個價一路跌落嚟，個成交量唔係特別大嘅話咧，其實可能本身嗰段時間個市場個流通性不足嘅啫，咁只係幾個沽盤咧，其實可能已經質低咗個價嘅。咁但係咧，Devon Nance 要求嘅就係個價跌落嚟嘅時候咧，個成交量要擴大嘅。咁我哋咧第二個條件就係會設定啦，個成交量係咪大過過去一段時間嘅平均成交量？嗱，呢兩個條件都好簡單啦。咁另外佢有講過咧。佢界定呢一個極端失控嘅情況咧，佢會用到呢一個咧 VWAP 嘅。嗱，咁假設一隻股票啦，今日嘅成交量集中喺100蚊左右。嗱，咁如果 VWAP 都係大約100蚊啦，咁佢過去咧幾分鐘裏邊咧，如果係跌到去95蚊，咁呢個價咧，其實就已經偏離咗咧大量市場參與者平均成交嘅水平。咁但係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如果我哋要將佢程式化咧，我淨係界定咧個 close 低過個 VWAP 其實冇意思噶。如果大家試過咧用 TradingView 寫好多策略咧，你會發覺咧好多股票咧喺即日走勢裏邊咧，其實佢好多時間個 close 咧都係會低過個 VWAP 嘅。咁比較好嘅做法咧就係我哋咧喺個 VWAP 之下咧建立一個偏離區域，咁利用程式啦去計算近期股價嘅標準差，然後咧將個 VWAP 減去一個標準差乘翻一個倍數。
嗱，舉個例啦，我叫佢做一個偏離倍數啦，我假設係0.5啦，咁個股價咧一定要低過個 VWAP 咧0.5個標準差先符合個條件嘅。你咁樣將佢程式化嘅話咧，個效果會好好多嘅。嗱，除咗呢三個條件咧，其實 Devon Nance 咧佢強調一個概念叫做 right side of the V 啊。嗱，咁大家可以想象咧，譬如股價突然間由100蚊跌到去98蚊，再跌到去95蚊，或者再跌到去92蚊。你見到咧個股價跌到95蚊嗰陣咧，可能你會覺得哇，已經跌咗好多咯，已經抵買噶咯。但係其實佢最後仲跌到92蚊，甚至乎可以跌得更加低嘅。嗱，咁 Devon Nance 咧就強調，其實我哋唔使咧諗住喺最低位買嘅，最好咧就係等一個 right side of the V 出現先入市。嗱，因為真實交易嘅時候咧，其實佢自己會用到一啲盤路分析嘅方法啊。嗱，如果判斷一個 right side of the V 咧，佢會用埋一啲 bid ask 嗰啲變化嚟睇。嗱，即係譬如啦，個股價突然間跌緊落嚟嘅時候咧，初頭咧開始好多一啲市價單係用 bid 嗰邊嚟成交嘅，然後咧個價開始突然間跌唔落，嗱呢啲咧佢叫做咧 absorption。跟住啦，佢見到咧買方開始喺 ask 嗰邊掃貨。然後個股價開始咧彈翻上去，嗱呢啲咧就為之咧 right side of the V。嗱，如果呢啲時候你先入市咧，個勝算就會高啲嘅。嗱，不過咧未必咧每一個人都有啲盤路嘅數據噶嘛，咁佢哋都有個簡化嘅版本嘅。嗱，譬如啦，嗱如果要組成一個咧 right side of the V 咧，有兩個條件嘅。第一個條件就係最新個支巴係陽燭，然後啦。最新嗰支巴嘅最高價咧，要升穿上一支巴嘅最高價，咁樣咧就為之 right side of the V。咁即係話個市一路狂跌緊落嚟嗰陣咧，你唔會入市嘅，直至出現呢個情況咧，先至代表咧極端失控嘅情況開始穩定啦，個價咧開始有機會彈上去啦，呢啲時間先入市。嗱，我再強調啊，呢一個係簡化嘅版本噶。嗱，因為你程式化嘅過程咧，其實最好就有埋啲盤路嘅變化嘅。嗱，咁之後咧，我哋都會嘗試咧用富途啦，又或者用一個 NinjaTrader 啦，將一啲咧分析盤路嘅技巧咧融入埋去一啲交易策略裏邊嘅。咁之後咧，我哋都會拍片話俾大家聽嘅。嗱，咁同埋咧，今日嘅片咧都係有 Patreon 同埋 YouTube 高級會員嘅版本嘅。嗱，咁呢個策略咧，我就用富途嘅曲咧寫咗出嚟噶啦。咁富途呢個版本咧就簡化咗嘅。咁因為咧佢用富途嗰個默語言嚟寫嘅，但係咧同樣會見到啲入市信號嘅。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喺過去幾日啦，譬如用一個1分鐘圖嚟炒呢一個 Nvidia 啦，呢個指標咧佢顯示個入市信號咧。你見到呢一轉咧，照樣咧可以捉到咧低位反彈嘅時間嘅。嗱，咁會員嗰段片咧喺留言區嗰度就見到噶啦。嗱，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啦，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同埋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等更加多嘅人咧可以睇到我哋嘅片嘅。